槐花瀑布奇观。槐花瀑布有多层瀑布，常年水质清澈凉爽，高约99米，落入天造地设的天然水库。这个公园占地20公顷，绿林覆盖，给人一种清爽、凉爽、舒缓的感觉。有各种各样的冒险活动，包括索道滑行、观赏花卉公园、行走树林之间的索桥，从一棵树走索爬到另一棵树，爬上树桥到达小木屋，在高大凉爽的树荫下放松身心的荡秋千，骑大象观赏老挝北部最大的拥有1500多种五彩缤纷、印记盛开的花卉公园。花卉园里分布着多家咖啡店、餐厅，您可以去任何地方，有饮料、美味的食物。重要的是，都是用这个槐花园里沿河种植的有机蔬菜加工烹制而成。干净的房间，拥有美丽的自然景观，旁边是豪华安静的游泳池，早餐就位于瀑布旁边，这是在诉说着生活的各种品味。那么为什么叫槐花瀑布呢？据老一辈和巴龙村老百姓的传说，18、19世纪有来自中国南方的黑旗红旗强盗在该地区抢劫贵重物品，这吓坏了人们，让大家很恐慌，便躲进了这瀑布的一个山洞里。当小偷到的时候，并没有看到任何人，而是看到了废弃的房子。小偷们口渴了，听到了瀑布的声音，于是走过去喝水。正在喝水的时候，听到婴儿从洞里发出来的啼哭声，这让强盗们害怕，并误以为是鬼的叫声，就一起拿大石头封住了洞口，从而造成躲在洞中的300户百姓丧生于洞中。这就是槐花瀑布名字的由来。为什么这里还是绿林？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认为这个是一个不祥之林，因为在洞穴中死去的人们变成了鬼魂，保护这个地方，这使人们感到害怕，而且不敢到此伐木，因此该区才保留了茂密的绿林及拥有多样化的野生动物和植物。槐花瀑布到了西萨瓦瓦塔纳国王时期，臣民从山上采集和槟榔一起咀嚼的柳叶去供奉国王。国王殿下觉得柳叶味道很好，于是派朝臣去问臣民，这柳叶源自哪？在朝臣前往视察了产地，回来汇报国王后，随后国王殿下率队前来观看，并宣布该区为王室保留区，并命名为柳叶林。那么怎么去槐花园呢？这不难，登上渡轮穿越湄公河，到达那岸边，沿着铺好的道路骑行约12公里，或约15分钟即可到达槐花园。